这碗呢，今年搁一个是英国得到未来艺术甲创意的白金奖。就伫遮咯。哇，这讲起来牛肉面，胖，你看厉害，伫遮来进两三，哎呦，打啦，魔术！哇，厉害！哇你看做甲足真诶，安尼油。哎，今仔开放会当互恁摸。哎，这是足好食的牛肉，才会生这款的。真的呢，这是半斤半百。什么做的啊？什么？这拢是用手指来做的。手指，哎，啊，你注意看伊个猪头前，我搁有捞两支啊，汤一啊。你看一只，够有食。哎，这就是你拄则讲的 detail 细节。这接用要低啦，又要讲嘿，歹势吼，我问一个较怂的问题，一般牛肉面差不多安尼差不多400块。 400块，这大。做安尼这大碗。你这碗做这碗也无得奖进前吼，可能是8000遐啦，8、9千块。你做个才成才收8000块。对，啊，即马得奖了无共啊，一定无价。